港人港情品牌大獎2015-16最佳床褥品牌大獎金美夢。香港人生活忙碌，睡眠時間少，所以更加需要良好嘅睡眠質素。有40年歷史嘅香港品牌金美夢床褥就一直專注為香港人打造優質嘅睡眠體驗。金美夢自設龐大嘅生產線，仲有專業團隊監控每個生產步驟。布質係採用比利時入口嘅織感布，精鋼彈簧，高密度抱棉層，高密度棉墊，布面亦都經嚴格防菌同埋塵蟎處理，安全程度係達到英國 BS7177 規定嘅酒店級別標準，更加係香港執業脊醫協會嘅認可產品，軟硬適中，咁先至可以俾到我哋人體均衡承托。王牌產品爽健護脊床褥係經過特別嘅技術處理，有助排走濕氣，仲兼備防潮防霉功能，所以特別適合香港嘅氣候。金美夢一直以優質睡眠為目標，我哋會繼續提升生產床褥嘅技術，讓你每晚瞓得更加好，咁自然可以精神奕奕面對每一天嘅挑戰。